你是谁？我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天木童，你逃不出我的掌心。不好，中计了！你们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。什么事儿？知道什么？你们挖暗道潜入太后寝宫，说吧，是谁派你们这么做的？这事啊，我不会说的。哎，干嘛？去哪？我看你脸太肥了，正好用来喂鸟。哎，别！我说还不行吗？这就是日思夜想的仕女图啊！有何吩咐？昨晚天木童又来闹事儿，你可知道？下令捉捕天木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主人，怎么？到现在你还想替他求情？不敢。还不去办？是。这么说，是因为小蘑菇发现了你们的暗道，你们才抓了他？对。他现在怎么样？六王啊，把他当成客人一样，您大可放心，绝不会动他一根汗毛。正在危急时刻，出现一个道童，把我给救了。宝图现在在太后那儿了。你可以下去。是。
那穿道服的少年定是天目童。除了他，也想不到其他人了。只是我们盗图失败，图还在太后那儿，怕是太后已经怀疑我们了。太后现在也是假太后，她应该猜不到是我们要盗取宝图。那我们现在不用着急，现在她手上只有半张宝图。天目童知道这宫中有妖怪，定会想尽办法除了他。而贾太后深知，只要天目童在这宫中，便是最大的威胁。等他们打得你死我活，我们再去抢宝图便是。哎！哦，哎，走！哎呀！袁大人，我们要不要进去？你们进去搜，我在这守着。是。袁大人，没有发现天不同的影子。罐罐，你怎么那么可爱呢？罐罐，我们今天去哪里玩呢？放心吧，道长，我一定给你把事情办好。天幕道长，天幕道长，关关，乐平公主来了。天幕道长，快来，快来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我听说太后要杀你，为什么？公主，此事说来话长，以后小道再慢慢跟你解释。只是，这罐罐，还请公主借小道一用。你不会把它怎么样吧？哦，这个公主放心吧。好吧。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
多谢冠冠。天幕道长，你怎么把那只鸟打跑了？我觉得它没有恶意啊，和冠冠那么要好。公主，你看到的只是那只鸟的一面，其实就跟很多人一样，它们有很多面。人有很多面。那你有几面啊？公主，请快些回去吧，小道还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哦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不挺厉害的吗？你打我呀！来，往这儿打！来，我知道。今天，你蘑菇爷爷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暴脾气。哦天哪，这怎么了？你回头！妈咪！我让你后，打我是吗？打我啊！敢打我？我无聊逗你玩呢，傻帽！去！哼！呸！走，你放开我，快点！别动！放开他！你想离开六王府？你会放我走吗？放不放过你，要看你自己。太后现在在通缉天目通，她已经自身难保。太后要抓我师父，这不可能。没什么不可能。以前我想留着你跟你合作，能保你一命，而现在我真看不到你的价值。我师父每一次都能死里逃生，这次也不例外。还有，我自从变了犬妖以后，我的鼻子就特别的敏感，我能闻到一种味道，是白巫师的味道。哼，白巫师已经被处死了。白巫师没有死。我不光能闻到白巫师的味道，我还可以闻得到仕女图。你能闻到仕女图？没错。那好，只要你帮本王找到仕女图，本王就帮你杀了白巫师，而且你要什么赏赐，都可以跟本王说。我不要什么赏赐，我只想血刃仇人。
你可算是来了。你是宁妃还是？我是太后啊！你怎么样？没事儿。那个妖人竟然对我下了毒手，想要从我这里拿到仕女图，竟然与我交换了身体。果真如此，确实跟我想的一样。那个妖人现在怎么样了？他现在应该还在宫里，可是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赶快把你送出去。你的道法又精进了呀！我们又见面了，没想到你的法力果然有长进。以前只是移魂鸟未成型，法力有限，如今我修心已成，你早已不是我的对手。那倒未必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太后，你没事吧？天不头，快，别让他跑了，快去！小道领命，快去！太后保重身体。太后，是。臣妾告退。你还能躲到哪里去？
道士，还有这瓦剌间谍云香荣。王亮是瓦剌间谍云香柔勾结外敌，推有钱事呢，对不起吧？我要说四。去结婚吧。结婚？我凭什么要嫁给你啊？我被帅了。洗衣、做饭、烧水、煮菜都是你的。啊！爸爸！老婆，你碰到流氓了？流氓啊！混蛋，大混蛋！我是你老公。老婆大人，我回来了。滚！世彤，你是不是因为钱才爱上我的？谁啊？你哪位啊？世彤，我们先吃点吃吧。现在这么忙，哪有时间吃饭？我可以了解你吗？共同的敌人云石头。有人要杀你。你应该主动辞去红鼎集团总裁的职务。为什么恨我的人越来越多，帮我的人却越来越少？谁能告诉我这些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再不回头，黑道白道都容不下我们，那我要先干掉段飞！事成之后，嫁祸给段飞。你对云石彤只有任务，没有感情了。段飞，你喜欢我吗？以后的日出都有你，对吧？不一定。花瓣散开，掉落，风轻着断手，秋过，谁剪了黄绸？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，这爱恨的漩涡谁破？若时光